來看，逐檔的白沙屯媽往北港進香是民間的大代志。行佇隊伍上頂頭的是頭旗組，毋但是引導信眾，閣有一個真重要的任務，就是護送香搭。媽祖要出發進香的前3天哦，會來放頭旗。出發的前1天的早起，就愛對城房甲香搭來請出來整理。台語台真難得專程來採訪這個過程，咱做伙來看覓。白沙屯媽祖按算4月16去到北港，去到北港了後呢，有2件重要代志愛做，一個就是拜天公，另外一個呢就是較火爐。若這較火愛所使用呢，就是這個香搭，香搭內面的物件就是這個火卡。白沙屯媽祖要出發去到北港進香的前3天愛放頭旗，前1天早起愛對新房甲香搭請出來整理。阮會咧出發前1天用燒水來底摻瓦草甲蒲蓉。來切這香搭。對於北港朝天宮較火入去火卡了後，火星袂當熄去，沿路甲火種早倒轉來。火星就代表香火含能力的延續，為着賣互冰搭高頭橋香搭有2個，一個放火卡，一個放地箍子、鋼抹、火炭，也閣有烏雨傘。這烏雨傘是經過商家愛備送的。北港較火倒來內面的物件，最主要是種物件，這是伊的規則哦，是因伊就是。鋪地紙，叫做寄出來的餅，叫做鋪地餅、茶渣餅、地土紙，我攏講對地土紙。所以伊的材料就是這種的主角，然後就是塑茶壺來做配角。我想這樁北港開會是上重要的，就是保持這個火袂使滅，這就是這火，這我當作我家己信任的款。嚴總幹事頭一屆體驗搭香搭，也講愛對北港搭倒轉來，確實是不簡單。這一些優秀的志工哦，大家體力、耐力真的非常的好。我今天嘗試一下，這個雖然說你看起來很輕啊，其實講那個重量哦，說真的很重。今年白沙屯媽祖進香有46萬人報名，白沙屯往回北港大約400公里。白沙屯媽祖進香新曆4月20回宮，香搭會車入去新房內面，放佇媽祖面頭前，等到5月1才會開爐。記者鄭家豪、謝桂林苗栗報道。